各位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大家真幸运，去食开艺大的女主角，美丽的地方小姐即摆来咱面，咱请地方小姐出场。那可不是演坏女人的那个白牡丹吗？哎，坏女人啊！坏女人，下来！讲国语。动物，动物，动物，动物。Take two。35 take 20。误会了，竟然已经死啊！我嘛无想要讲。这应该有一个崩坑嘛。我们还要做的场景多久啊？讲台语。哎，老大，查某啊，查某啊！咱咧拍台语片，台语电影呢？